跨国恋爱有5个经典的坑，第3个最狠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骗。第一种假身份、假照片。第2种，家里人生病需要做手续，这2种都是非常的老套，但是每年都还有人在中。第3种最可怕，他是真人，感情也是真的，但他同时在跟好几个人在交往，看谁给的最多。你以为你是独家的，但你只是其中一个选项而已。第4种，见了面以后不停的提要求买东西，需要极大的物质的需求。第5种，结了婚以后才发现他的关系复杂，或者是有一些关系根本没有处理好。这5种坑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全部都是自己到处乱找才会踩到。透过专业的配对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进来我们的会员库。不想再踩坑，让专业的人来帮你配对。点击我们的链接，加我们的 Line， 做一次免费的线上咨询。